一塊牛肉加一把鹽葱，蒸出咗全網牛肉嘅最新食法，而且佢係零油煙嘅懶人硬菜，牛肉嫩滑，一口咬落去，肉汁瞬間炸開。前幾日刷到條視頻，原來牛肉可以咁樣食嘅，咁馬上翻去試下啦。試咗之後，原來真係咁好食，而且做法好簡單啊！依家咧馬上分享俾大家。今日買到嚿靚嘅雪花，呢啲咁靚嘅大理石紋真係唔係日日都可以見得到。我哋將佢切成2毫米左右嘅薄片，咁樣蒸起身又快熟又嫩滑。跟住我哋輕輕咁幫佢調一個底味，因為等陣我哋仲要放醬落去蒸，所以呢一個底味要比平時做得更加輕手、更加淡。撈勻之後喺隻碟底度平鋪一下，然後我哋去做一個鹽葱油，3大羹葱花，2羹蒜蓉。屋企如果有芝麻嘅話，可以放啲落去。嚟一啲胡椒碎，絕對係畫龍點睛之筆。調味就係1細羹鹽同埋1細羹糖，放一啲靚嘅花生油落去攪勻佢，咁就得啦。將佢哋平鋪喺啲牛肉嘅上面，等每一塊牛肉都可以裹滿晒呢啲鹽葱油。最後水滾落鑊，大火蒸4分鐘左右，馬上吹鑊。咁樣煎出嚟嘅牛肉嫩滑多汁，仲有濃郁嘅蒜頭同埋葱香。咁樣蒸嘅牛肉只有1次同埋無數次。做人最緊要開心。你今日笑閪咗未啊？